埃加文製衣跟單系統係一套專為製衣行業而設計嘅項目管理工具。佢完整覆蓋咗製衣跟單系統嘅工作流程，包括產品開發、生產籌備及訂單計算，而且仲可以喺整個過程中隨時監控訂單進度及成本預算。首先，喺產品開發階段中，當我哋接到一個客戶意向訂單時，我哋需要針對款式去尋找物料等嚟製作樣板，並根據製作樣板後嘅結果做出成本計算及報價。我哋可以通過系統記錄詳細製作樣板過程，包括製作樣板款式、修改樣板、生產前樣板等多次修改嘅記錄同原因，亦都可以方便查看樣板開發嘅進度。仲可以通過數據分析客戶喜好、流行趨勢，並提高企業效率，以便製衣企業提供更好嘅服務俾客戶，提升客戶滿意度。喺系統中可以直接複製以往訂單嘅各項信息，如物料清單、款式工藝等，以完成相同或相似款式嘅訂單。仲可以通過自動報價功能獲取最新嘅物料價格，快速製作詳細嘅成本預算表，2分鐘內就可以做出報價單。當接到大貨訂單之後，服裝訂單就進入生產籌備階段。呢個階段主要包括物料籌備及訂單生產計劃。物料籌備大致上可分為3個階段：物料計劃、物料準備及物料到貨。第一步係物料計劃，亦即係點樣進行快速計料，將訂單所需物料嘅種類同數量羅列清楚，避免因計錯導致採購出現錯誤。喺埃加文系統中，邦表裏邊嘅每個物料都支持多色多碼，可喺同一個界面完成物料配色配碼，唔單止操作簡單，而且計算準確。訂單數量一旦發生變化，系統會自動重新計算物料需求量，避免賣錯。喺物料清單列齊之後，第2步我哋開始準備物料。點樣先至做到準確及時嘅物料採購呢？系統可以將多個訂單合併採購，用喺唔同訂單嘅同一種物料，或者跟同一個供應商購買嘅唔同物料，都可以快速匯入同一張採購單中。另外，仲能根據開工日期倒推返物料嘅建議採購日期，並直接導出採購合同。第3步就係物料嘅到貨。呢個時候，我哋採購嘅面料同輔料開始陸續到貨。咁點樣先至能夠即時了解面料及輔料嘅狀態呢？喺系統中，我哋可以通過進度表查看面料及輔料嘅整體到貨情況，亦都可以通過物料需求界面睇返每一種物料嘅採購進度及發料情況等等。採購嘅物料到貨時，如果數量與合同唔一致，系統就會發出提醒。埃加文系統亦都支持以款式為單位一件生成領料單，方便倉庫配料，並能即時反映訂單所需物料嘅領用情況。系統仲能自動發現物料分配過程中嘅異常情況，譬如已經結束嘅訂單仍然喺度繼續分配物料。喺籌備物料嘅同時，我哋亦需要為訂單制定合理嘅生產計劃。喺埃加文系統中，我哋可以方便查看並預定自有加工廠產能，並可通過查看現有嘅生產計劃，判斷係咪需要外發加工，從而根據訂單嘅生產需求，合理安排最佳嘅時間表，並喺必要時修改生產計劃。系統仲可以直接顯示每道工序嘅生產進度，例如縫製工序已經完成87%。最後喺訂單結算嘅部分，我哋需要做好成本管理同對賬，而系統就可以幫助你最大程度避免超支。系統唔單止可以做到成本預算同成本計算，仲可以即時反映訂單每個階段發生嘅實際成本，並將實際成本與預算作出對比。一旦有任何一項成本有可能超出預算，系統會立刻發出預警，而唔係等到成本發生之後，再進行成本計算之時，先話你知你超出預算。
喺付款時，我哋成日都會感到對象繁瑣易錯，而且查找歷史數據非常困難。系統都能夠喺以下幾個方面幫助你改善付款流程。首先，系統可以幫你更加規範咁管理預付款同抵扣，金額、時間、辦理人資料都一目了然。其次，每一筆付款都會被記錄在案，系統會幫你自動匹配到對應嘅訂單當中，因此可以避免重複付款。而當任何一筆付款金額超出合同約定時，系統會第一時間做出提醒，控制超額付款。第三，系統會自動匯入各部門各環節嘅訂單信息，大幅簡化對賬操作。喺整個製衣跟單過程中，系統會時刻為你監控訂單進度。你可以根據需求設置唔同嘅訂單進度檢查點，比如客戶落單、面料及輔料確認、工藝單確認等等。當任何一個檢查點出現延誤時，系統就會自動提醒及預警，而唔需要等到交期時間迫在眉睫時先至發現無法完成，從而避免交期延誤。喺 iGarment 嘅系統中，我哋仲可以做出多種多樣嘅數據分析，不斷提升企業嘅效率。例如分析相同款式多次報價嘅面輔料種類及單價變化、庫存積壓情況、篩選優質嘅供應商，或者查看一段時間內嘅訂單總體完成情況等等。iGarment 亦都可以根據你嘅特殊需求，為你度身訂製分析報表。iGarment 製衣跟單系統自1987年開始，至今客戶已遍佈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東南亞等地，為企業大幅提升營運效率。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詳情，歡迎致電我哋嘅熱線22395988，或者瀏覽我哋 iGarment 嘅官方網站 www.igarment.net。